你以為復原愛37歲再婚生子係戀愛腦？大錯特錯。其實呢個係一個頂級運動員最冷酷嘅止損策略。當全世界都等住睇個笑話，佢嘅答案係新生命，用日本社會嘅潛規則打咗一場最狠嘅反擊戰。睇完呢條片，你會重新定義復原愛，你會發現佢永遠都唔會放棄人生嘅 game point。回望呢10年，復原愛嘅婚姻打咗3局波，第1局跨國婚姻3年抱兩，開局完美，2局離婚離場，兼受華芬男嘅風波影響，形象下水，輸得一塌糊塗。而家嚟到決勝局，佢選擇同當初嘅風波對象步入婚姻，並宣布懷孕。佢要靠新生命喺日本主場扳回一局。加嚟佢最近接受著些訪問嘅時候講嘅呢句話：自分でもこの現狀に驚くぐらいで，連我自己都對現狀感到驚訝。新しい命、家族が増えるのは率直に嬉しい，但對於新生命同家人嘅增加，坦白講好開心。點解強調驚訝？喺日語語境入邊，呢種係典型嘅免責聲明。佢將自己放喺一個被動嘅位置，其實係想同大家講，呢一切都唔係精密嘅計算，而係命運安排俾佢嘅禮物。呢個係一種日本女性特有嘅曖昧但係溫柔嘅智慧，而且佢好清楚日本社會嘅潛規則。你可以參考女星 Becky 當年因為不倫戀被封殺，最後靠咩翻身？就係做咗媽媽。呢個就係日本嘅母性神話。只要女性肯回歸家庭，擁抱新生命，社會就會重新接納你。所以佢喺訪問嘅另一段特登話：病院も台灣と全く勝手が違う。醫院同台灣嘅做法完全唔同。其實係想話俾人知，佢已經徹底告別過去嗰個台灣媳婦嘅身份，正喺度全力適應日本好媽媽嘅規矩。不過講到最後，我哋唔需要深究佢究竟係咪洗白。我睇到嘅係一種極其頑強嘅生命力。試諗一下，經歷過破碎，俾全社會否定過，依然敢再婚，依然敢喺37歲生第3胎。你可以唔認同佢嘅過去，但你唔能夠唔佩服佢直面困難嘅勇氣。呢種輸咗再嚟過，永遠向前睇嘅，應該係佢自帶嘅體育精神。其實係我哋每個人面對逆境嘅時候最需要嘅嗰種能量。希望每個勇敢做選擇嘅你，最終都可以收穫應有嘅幸福。Follow Benny，分享更多獨特嘅人生小驚喜。